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佛起来的时间咯。蜂蜜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食材之一。对日本时代开始台湾的农民就开始学蜂蜜哟。按多的时间，按多年代学蜂蜜，每家学蜂蜜的方式也无嘛相同哦。像在屏东市就有一间农业，今年学蜂的时间已经超过3代呢。哇，按久的时间。几十年来的经验同技术实在无简单哦。今日也不时会在学蜂的蜂蜜比赛地杯看到佢哋拿奖哦。到底学蜂也嘅产业地杯有乜嘅常人也係特別嘅地方呢？馬上請今日嚟同大家了解一下吧。首先呢，先來分享我哋陳大哥。大家好，我來自於屏東，我叫做陳國昌，也是東元蜂蜜的主人。哇，分享陳大哥。再來呢，係我哋蘇梅姐。大家好，我係蘇梅，我係美濃嘅客家妹，也客家本屏東人，沒想到一樣對學蜂蜜。哇，歡迎兩位嚟到現場，看到咁多嘅蜂蜜都提講，根本你又有好試一下哦。首先先來請教一下陳大哥，就係講，人頭都有講到嘛，人學蜂蜜對日本時代就開始，陳大哥，人都學蜂蜜，係唔係也係對幾時節開始嘅呀？最主要的是從爺爺時代開始養蜂。那這個是有一點淵源的地方在，就早期的時候，日本人他到台灣的地方來教台灣人養蜜蜂。那在因緣際會之下，爺爺就很有興趣，馬上投入這個行業。那做着大概做了10幾年的時間，那接着就由我爸爸去接手。那主要的我們的放養的場地會選擇在台東的池上，最主要是因為我們知道台東好山好水，那邊的環境跟那邊的花園蜜園都很適合蜜蜂的生長，所以我們把我們的蜂場直接就是落腳在台東池上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我們東元蜂蜜的一個起始點。對，那到後來才會就是爺爺奶奶就是年紀大了，那就我的父親就也逼不得已，就只好因為要照顧我爺爺奶奶，就只好把我們的蜂群再從池上這個地方整個拉回到我們的故鄉屏東這個地方來。那到最後由我的手上去接手之後，那我就因為我們養蜜蜂的小孩子其實蠻孤單的。怎麼說呢？因為以我來講的話，我們大概1年的時間只看過爸爸2次面啊，2拜哦。一個就是過年的期間，大概就1個禮拜啊，爸爸媽媽就回來過年了，看看小孩子，然後看看父母親。那再來就是我們採蜜的時節，因為我們的荔枝跟龍眼主要是在我們的高雄的地帶，所以我們必須在台東把我們的蜜蜂直接搬到高雄的地方去採蜜，那將近大概1個月的時間，我才有機會跟爸爸媽媽相處。所以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之下，我就想說，我不喜歡讓我的小孩子也歷經跟我一樣的情況。所以我就慢慢的思考，就轉變方式，我就把我的蜂群是養在屏東，可是在某個時節需要的時候，我再把它移到台東，反而是跟爸爸的情況是顛倒的。對，這樣子的話，就等於是我們出外的時間是比較短，但是我可以陪伴家人的時間是比較長的。就同以前冇嘛相同，就是更加的方式固定一些，冇像以前喺像我們講的游牧民族安尼逐花而居這樣的方式。對，其實也是逐花而居，只是把時間縮短，用在比較重要的時節。像我們採荔枝，我們再跑到大樹，我們因為住屏東，只是隔一個高屏橋，我們就可以來回。夠遠。那高雄也還好，辛苦一點，所以我們就會移到就是高雄的地方去採蜜。那如果遠一點的話，比如說到彰化，還是到嘉義、南投的時候，我們才會短暫性的在外面居住。等於也是像游牧民族，只是跟我父親的差異是，我是選擇性的出外，他們是選擇性的回家。差別睇啊，對，差別，對，都還是要出外，也是要追着花跑，只是時間上是不一樣的。真是也係算係人哋學蜂嘅農民
不得已啊，还讲辛苦的地方啦吼。不过苏妹仔，认识陈太高的时间，你伫咧其他学风的吗？认识那个汉地啦，汉地有一摆就去人都卡了，跟人哋讲，哎呦，人都看没上学风的。你看到其他学风的唔会讲嘛，也系讲哦，汉尼班牙加入的时间，我去做安辛苦的事情，你就安尼想讲嘛？跟他还无想到讲做一个洗头会辛苦，唔会辛苦，汉你想讲，按照按拄好，俺都卡我一个阿伯，伊一个没上有学风的，所以俺哋汉洗嘅下，俺哋就我跟外国个人啦，就开始会对个风嘅地方，就做成做下对留风嘅啊，做乜嘅。一定关系。所以俺都唔可以讲个风嘅，至于讲辛苦，还真是去做诶，人讲真是不辛苦。尤其俺哋本风嘅调嘅哈，俺哋一般对调都大部分他个用那种调到身体，拢会通腔底下通。按过从来来讲啊，我可能会比调到面。我之前一开始在听去推动做这个，就有摆比调到最纯嘅。就去加油站加油嘅下吼，就感觉讲，哎呦，嗰条加油嘅人用佢挨就应对难，就感觉怪奇怪啊呢。就跪起都卡嘅都佢挨惊嘅讲，有人挨这个中一来中风来，其他地方冇中，我就抢中呀这个，我难怪人会应佢挨呢。所以我哋一下舒服嘅什么拢讲吼。风嘅用嘅调全身都唔用嘅，就会抹一点啊，你的面。尤其喺调到嘅最顺所以迄个时间人家讲，用带动嘅眼前啊，大肠子了。你调到嘅木主又较重哦。马上唔咩？调到木主嘅时间啊，我令到嘅陈太高嘅担心咧，因为人家讲，迄唔系有家暴。对，重一个重。我当到两轮木主都挡到嘅时间，你有时嘅本重嘅感觉讲，唔过像。冇对昆动性，用嗰種冇大塊的昆動，放唔開啊，放唔開，安尼也感覺奇怪。調到嘅時節，用有冇個好嘅辦法嚟快速嘅消腫？快速消腫冇，就看有個風箏，該綁係就好誒。一次呢就3日後，伊就慢慢的就會冇誒。安尼非洲轉來講，問嘅陳太高啦吼，萬世唔看學風嘅安辛苦，安尼用咩想到舉例？繼續來接受一個陸家嘅學風嘅產業，喺萬世看到他嘅已經習慣咧，還有乜個原因本人安尼愛過來接一個產業呢？因為從小就是跟蜜蜂接觸，也就是跟蜜蜂相處大的，所以一開始對蜜蜂這個產業就不會有吸引力，因為習慣了。所以並不會覺得說這個產業對我來講，我會想要去投入它，不會特別引起我的吸引就對了。那我就出外去工作，待過工廠，那也做過很多的技師。那你就知道嘛，當工廠嘛，朝九晚五嘛，時間上是被受限的，固定的，對，固定的，然後也不是很自由。好。那就在有一個算是一個人生的一個際遇啦，就是我弟弟，他在民國90年的時候就因為車禍過世。那過世之後，爸爸就想說，因為就不希望我在外打拼啦，就希望說看看能不能回來家裡，然後幫忙他，因為他年紀也大了啦，我就想說，好，因為那時候才剛剛生了一個小孩子啊。我就想說，那還是回家鄉好了，因為父母親總是希望我回來嘛。然後回來接之後，你就知道，就在外面工作過了，回來不見得會習慣。可是等我在跟蜜蜂相處一段時間之後，就是由我接手之後，我就漸漸發覺，這個跟我上班的時間，還有工作性質是不一樣的。這個很自由。他很辛苦，但是很自由，不用受限制。我今天要晚睡還是早起都 OK， 只要你把工作做得完就好了。對，跟工廠是不一樣的。我在工廠做不好是要被人家罵的，我去蜂場他做不好他是要被我罵的。雖然他聽不懂，那是開玩笑，就是跟蜜蜂發脾氣，就說怎麼產量不理想啊，這個也跟蜜蜂沒有關係，可是基本上我不用被人家罵，我發脾氣是可以的，但蜜蜂它是聽不懂的。這個關聯性就變成說，
以我的个性来讲，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子，就是比较自由，比较随性，不喜欢被人家这样子束缚住。那渐渐的，我就对这个蜜蜂的产业，我就开始有了兴趣了。哦，原来安尼。不过陈大哥，几多当来接触一个产业之后，怎有一个品牌出现的吗？你们的品牌又有哪个经营的理念呢？我们会经营这个品牌，主要是因为最早期就是我们采收的蜂产品全部都是要给人家收购。那有一次我特别感慨很深，就是这个收购者他叫我们把蜜蜂，就是把我们蜂蜜采收好的蜂蜜拿过去给他那边，他说他已经要跟我们买了。我就载过去了。去到他那边之后，他就马上给我坐地起价，马上就给我压价格。我就说你当初在我们家跟我看好我的产品，说我的品质 OK， 已经跟我开好价格了。可是我现在已经用一个货车已经载到你那边了，他马上就给我砍价格。他说不然你就载回去。我说我货车已经请了，你叫我这样子载回去我怎么办？所以只好忍着，就是把产品就直接还是得卖他，因为我不肯再载回来了。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创立这个品牌。那慢慢的这个知名度就会被打开来。好，那我们就间接的就是从一些包装就开始着手。那消费者也是就慢慢的就接受了我们的产品。原来安尼。观众朋友，真是吸蜂的辛苦啊！而唐吉农民自家来分享张地的呢。更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吸蜂的安辛苦，味道就会一个甜甜的蜂蜜啦。到底吸蜂的还有乜嘅故事呢？繼續嚟請教陳大哥咯。陳大哥，頭頭有講到對阿公嘅時節，日本時代都有吸蜂的嘛？你對阿公嘅時節有流傳下來吸蜂的能有乜嘅精神也係理念嗎？最主要我們的產業就是蜜蜂，它去採收蜂產品，所以蜜蜂的存在等於是產量的產生。所以從爺爺爸爸那個時代就一直交代我們說，一定要非常非常愛惜這一隻蜜蜂。因為這隻蜜蜂它養活了我們一家人，所以我們在對蜜蜂的管理上必須要一個友善的管理。那像在我的手上，像我們就是會去尋找比較適合蜜蜂放養的場域，就是它的食物來源比較充足。那再來的話，我們就是會，比如說蜜蜂它一定會有一些疾病的產生，那我們不能夠使用抗生素，所以我們都是會用一些中草藥，去做一個預防的它疾病的產生。然後再來我們還會用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改善它的腸胃道。我們知道抗體是從腸胃道所產生的，所以我們會去控制它的，讓它的腸胃道就是比較強盛一點。那自然它的胃腸好了，它的抗體就會變強。然後再來我們還會再添加就是牛奶粉。哇，對，牛奶粉它的作用主要是它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那蜜蜂它經過這樣子的調養之後，它一定是頭好壯壯。頭好壯壯的蜜蜂，它所產生的蜂產品，還是所採收的蜂蜜，一定都是比較優質、比較好的。係啊，將蜂嘅比作人哋人工供養嘅話，人哋人工真幸福嘅，可以人哋農業係講人哋幸福嘅企業、幸福企業係咪啊？你哇，你看食得好，人工食得好，吃得也真好咯。嗰種人哋蜂箱啊，有特別設計過嗎？對，像我們的蜂箱的構造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像我們氣孔就會比人家多開2個。主要是在我們搬運的過程，如果我們的蜂群強盛，我們堆疊在那個卡車上的時候，溫度會很高。那它的氣孔它就具有可以排熱的作用。陳大哥，你帶過來大概都係蜂箱的一部分嗎？前面這個是蜂箱的一個構造嗎？對。
采集花粉的构造。哦，原来唔系全部系粉上，对，哎呀，看唔出来。对啊，因为太太啊，想讲可能带唔过来啦，所以讲就带部分的过来。你想讲哇，粉诶，迄个白种暗精致，啊，更加细安尼哦，原来唔系一部分诶。哦，哇，安尼今日你看。跟员工一个粉诶吼，按幸福，嗰所生产出来嘅产品啊，也有个粉面一定品质最好咯。对啊。安尼苏妹姐，你那粉面有哪一道嘅品种啊？有哪一道品相啊？那品相有几多种，也哈目前来讲诶，食素安尼接受度较高诶，就有牛年诶，有李果诶，有后鼻香诶，有浦江诶，浦江跟后鼻香还得算讲安尼南部诶。特色的蜂蜜，就香港人家食的有诶，真是贵手糖豆，贵手是豆呢。这你可以来吃看下吃。好哦，品尝看下是亚米西。嘟好，制作单位挺贴心，马上也四种都准备好诶。哇，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你看，也都四种毛香的蜂蜜咯，色成毛麻香呢，有个浅呢，有个沉呢，安尼俺能对哪一种啊？先从牛年的开始。最周薯片的也给嘛？周边试一些，色成，普通，蜂蜜的香味，刚刚用诶，也个艺术师，也个味道都係牛年的味道，最重視到嘅蜂蜜的味道。哦，安尼也個牛年咧，佢也個產期，你馬個時間會採也個味啊？產期大部分都對農曆，國曆嘅，差唔多3月份到5月份，那會有牛年的嘅。2月份開始就開始就李果诶。安尼接下來都李果诶。李果诶，係，再來係李果诶。李果會較順啦。真是嗎？也米是順度會較高一些。你看色成差唔多啊。吃看下吃就低，你就會點解講我也順度？也唔相信，再來一擺。也個香味較清香，唔會像牛年那按重的米是。真的呢，量的吼，平常按尼食到比較唔出來，量的馬上食的時間，都有出來。伊咧頭到天咧食咧牛年咧，味道清香，都甜甜。天年咧食下伊，冇暗香，唔過個蒜味吼，食下伊嘅時間，漸漸嘅佢嘅蒜味都會出來呢。按這邊呢，第三種係乜嘅啊？浦江，你曉得我哋南部能有嘅，一堆鳳山、墾丁一條能夠有嘅。佢個生產過程是烘來失敗嘅番薯嘅米線呢，有個係講最後杯米線會有一些本人感覺講，含啲人對是烏梅，按個也個烏梅酸，跟個米線冇拖暗重，按個後韻一絲絲嘅。佢有酸味，冇像調到前面嘅呢個暗酸。錯。唔過佢都淡淡嘅。發上個上。也個鳳糖含啲講嗬，有擺去買鳳糖嘅，有啲人客家講。我跟你講，唔就跟人客講，一個鳳糖哦，以前人都行做一下咧嘛，橙花樹，就係咁講，人都卡天梯，跟人都卡天梯，種嘅一個種樹嘅，夾可來樹嘅，安尼講嘅人都低嘅，老人家攏低，嚇，係安尼講嘅哦，而家講唔係叫死啊，個本老人家，唔就安尼講人都低，安尼有個浦江，佢有個產期會唔會清爽，又係嗰？冇，因為像1年1擺，其實就7月份到8月中都還會有。按過7月份跟8月中，等於講係咱個南部嗰度會有颱風嘛。咁我就算颱風冇來嘛，會夾帶雨水嘅嚇，一個風筒就收唔到嘅。因為風嘅嘛唔會出去呀。真是有個算挺難得的風嘅。錯。安尼最迷的係乜嘅呀？後鼻香。佢有個色神就同前面2種差唔多嘅。就差唔多佢有個，因為講前面2種蜂蜜嘅個特性，咁講咧，佢有個甜度同個牛年嘅差唔多，佢有個酸味吼，又同個李果嘅差唔多。按講我想以後杯唔識係，感覺啲酸度跟李果差唔多。按講我想以後杯大部分嘅香氣冇相同嘅哦。有啲人客家講，你一個風筒後杯米是有失敗，有啲薯條嘅米是。一食下嘢時間冇出來哦，淺嘅其他嘅最底部嘅時間，嘅味道都會出來呢。個特別的，也有知名餐廳嘛有啲用啦。有個應該挺難
伊做面包吼，佮都像美国啦、纽约人迄做那个蛋糕、面包，佮等去搞阮韩国迄个，伊个上去都无嘛用，按讲毋迄用好皮箱，也个上去佮出，还会出来了，还是得都也个明显。你对于凤梨来讲吼，可能的困难度就是制成的困难度来讲，后尾也两种应该是最难的吧？最难的，最难的，三种最少的。最后尾个伊是个我感觉闹脾气，像去年的伊咧法都袂本来数。啊，所以我哋去年的个考试伊个银行拢是唔到也个分通。哎呦，尼陈大哥，你俺的凤梨啊，有可能讲一年都没熟成吗？对，曾经遇过这种情况。在2018年，2018年那一年，就是因为暖冬非常的严重，从南部到中部都因为暖冬的关系，所以让它的比如说荔枝，跟龙眼都几乎都不太有开花。真是我记得那时间没牛年呢，没梨果可以吃呢。那一年就果农也没有果实可以采收，我们养蜂的也没有蜂蜜也可以采收。那一年就非常比较凄惨，对，总是会遇到。你迄发头都可能是的按特别的西种的面嘛吼，我有想到讲我伫咧啦，人不是会参加个凤梨的比赛和得奖的，像那个特别的奖，多台凤梨的比赛啊，佮比的是嘛个啊？我们一般我们的评鉴都是以龙眼为主，那它必须要单一个物种，然后它才可以去把它的色香味跟它的营养成分，才可以做出一个成绩出来。所以都是以龙眼为最主要的一个评鉴的单位。那我们的蜂蜜的话，你看我们的蜂蜜有那么多种的颜色，它的颜色也要打分数。用把没浅呢都沉的吗？对，很会看那种。一般的龙眼蜜都是属于比较暗色系，所以如果你的龙眼蜜太黑的话，你的分数不会太高，因为卖相不好。它必须要琥珀色，琥珀色才会漂亮。这个是第一个，它的颜色。那再来就是它的香气，香气你各个地方所采收的它的味道的香味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田寮那个地方，它是属于比较火山型的地形，它的香气是比较沉的。你要是在中部那种高山的地形，它的香气是比较清香的。所以在每一个乡镇，它跟县市它所采收的蜂蜜的味道香气是不一样的。再来就它的味道，味道又分得很细。你南部采收，中部采收，然后比较干旱的地形跟比较湿润的地形，它的龙眼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以上的种种之下，你所推荐各个蜂农推荐的蜂蜜，它去做评鉴的话，一定会得到不一样的评价。好，那我们就比较幸运的，我们就是在我刚参加评鉴的时候，就连续得了4年的全国性的特等。那往后我就是也有爸爸跟太太，就是我们就是父子跟夫妻，我们3个人也都同样得过特等奖。哇，你凤梨来讲，其实买到安好啊，品质安好的凤梨，都在保存，一定会不用在冰箱肚底买吗？红彤彤的不用冰箱哦。真是的哦。应该按来讲啊，伊可以讲冰箱，按过伊会结晶。应该讲讲全球有几多红彤，95%拢会结晶。唯独5%唔会，就会帮人台湾咱牛年呢就唔会结晶。按过几多人结晶抢落一批的，唔系讲冰冰箱结晶了后，伊个讲两摆拢会加红彤。唔免，今日个唔免，有个系真爽。变咗我哋一下啲推广嘅，下我哋尤其嗰啲年轻一代，我哋啲推广结晶越多嘅，你销数会较强。因为种数嘅有嘛，你就你个有结晶嘅较多嘅最好。按你讲牛年咧，因为阮牛年咧，嗰就冇按价。演得下呢。哇，观众朋友，係咪聽到更加清香落一筆鳳梨的茶呢？唔怕，休息一下，見到甜甜的故事，等一下馬上過來喲。
是在按照特别的封面，也提供封面按用板来保存。不过最重要一件事情，按用板来先品质好的封面咧，继续来请教陈大哥咯。陈大哥，我们识到按好的封面啦，除了讲可以看有得奖的啦，吼真实的丰容，还有哪个方式可以来先讲品质好的封面咧？像我们一般在选购蜂蜜，有一些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消费者他会对于结晶蜜他会不熟悉，他会认为说，结晶就是有像蜂蜜像沉淀物一样，他会认为说那个好像是加糖的、喂糖水的，其实那个不是，像我们桌上那个是就是结晶蜜，整瓶都是结晶的，当样态。因为我们蜂蜜它本身是2种糖类的组成，就是果糖跟葡萄糖，这个是它本身所有的糖类是本身就是它的糖类的存在。那这种糖类的话，它在冬天一定温度的情况之下，它会产生分离。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蜂蜜结晶。难怪头头苏妹在有讲，轻量无冰压的平常度，因为冰压的平常度记录，马上沉淀，然后结晶安尼一开一开。对，人家感觉看起来就像猪油一样。有的人青好亚种因为可以吃下油红的，白烟的食安尼，这种是糖的功用呢。对，它可以做一些蜂蜜的抹酱。在外国的话，因为外国天气冷，所以他们的蜂蜜的话，大部分都会结晶。那他们结晶的话，他们有一种就是跟我们台湾不一样的吃法。他们都是把他们结晶的蜂蜜抹在面包、抹在饼干上，当做抹酱在使用。而我们台湾人比较喜爱的方式是把蜂蜜直接跟水就是加在一起，变成蜂蜜水。这个是民情的不同。但是对于蜂蜜的品尝都是一样，都是好吃的。不过真是来分讲真的爱加的时间，可能用板来分那种方式其实蛮简单的，我们就是把水加用一个保特瓶，然后用水，然后加蜂蜜之后，就像这样子，然后把它大力的摇晃，做啊，摇晃之后，等一下你看，我的右手边这个是真的，左手边这个是假的。在经过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我左手边这个假蜜，它的泡沫就会整个都消散掉。真是的。它等一下就会不见了。然后你仔细听的时候，就听到啵啵啵啵啵啵，就是气泡消掉的声音。会有啵啵啵的声音。你看它气泡已经快要不见了。但是这个真的蜂蜜的话，因为蜂蜜里面它富含了蛋白质。那蛋白质经水摇晃之后，它就会产生泡沫。那这个泡沫的话，有可能就是2个小时它都还存在。真是按究它品质、它酵素就是蛋白质，它品质率越优的蜂蜜，它里面的这个泡沫会存在的越久。你看这个已经快要不见了。真是呢，有比较有差对，然后摇晃之后，你看这2个东西，这个假蜜它是清澈无比，是呈现透明状的。那这个蜂蜜的话，它是呈现混浊状的。更有一些，因为它里面有维生素、矿物质、花粉粒，然后还有蜂蜜酵素，有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在，所以它摇晃起来之后会呈现混浊状。那这个假蜜它只有人工高果糖而已，它什么物质都没有，所以是清澈状。你看看一下它的泡沫已经不见了。真是。泡沫一样还是在。2个比较之下就很明显。这个真假蜜大概这样子就可以轻松了。安尼啲嘢，你摆去买嘅蜂蜜之前，然后可以用啲调價講，然後嚟試一下。本來你嘅茶，本來是水牙嚟試一下，咁就啲嘅。我哋有呢，我哋有啲人客我講小姐，我買人哋蜂糖，按講我買一桶，按講我先做啲試驗，客廳下講也泡沫有嗰度，然後買一桶。真是，按講我心裡對想。我開過的呢，不用講啊，講未買啦，咁用呀，講，我心裡想，我只能蜂糖，我唔會講啊。開，不用吃，馬上禮上貴。沒有5桶，吃只帶5桶都貴耶。對展售對我哋對萬丹的紅豆這個5桶都加帶貴耶。真是品質好都唔是講。伊今年還冇上過奇怪哦，伊今年。就該買，明年該買，沒想到用那種做法，小姐還沒想到那種，按用做個實驗不愛安尼。哇，幾千小心。一擺都安尼做。哇，安尼除了一個蜂蜜之外咧，頭頭我看到製作單邊係本來咧，真特別咧，看看咧，真種蜂蜜咧，也個係乜嘅？
也叫做凤凰奶哦。凤凰奶，凤凰对是嘞。观众朋友看一下，这种凤妹，不过冇用用，有失败唱给结晶米呢吼。俺的是看那心，太好意思，难得的东西。好吃吗？没茶哈。也个用来讲咧，也个米汤吼，18试下也是只清香给俺人讲的优酪乳，18顺顺。后背是只个米汤吼，18带烂烂。带18烂烂。我形容嗰種米絲啦。佢也營養成分夠高哦。你我想問什麼啫？你看一箱。按多的凤诶，可以来做安泰冠的凤面嘛吼。不过一箱像一只个凤凰，按你一同时嘅凤凰呢，一9张可以数会多啊。凤凰呢，以咩凤凰产生的东西哦，以含咧俺那个蜂群产生出来本蜂王吃的食物。哦，俺那蜂哈，也拢是发凤跟蜂桃。蜂王也就从是蜂王乳诶。所以俺那凤我也是发凤跟蜂王这样，蜂王蜂蜜过来，就原来腌好，底部有那蜂王浆的一种调和线，你会给调制出那个蜂王来本蜂王吃。其姜用同凤尾姜用係，比如我哋蜂巢地部按嚟去用把它拿出來，我第一講鳳尾係講油的咧。我自己制作的容器啦，我講用那種王台。我用一個像人雕工的方式，我先將嗰啲也幼蟲下去。有啲鳳就想講，嗰啲鳳凰，而家太多鳳凰，也會invest啲是鳳凰。想見人過來。所以我哋對講意思，可能商業香裡面我哋愛啲鳳凰乳嘛。所以我商業香就可能會嗰個幼蟲，跟夾起來，我啲鳳凰乳就可以取下來。一箱嘅鳳凰嚟箱嚟講，可以製作出一斗嘅鳳凰乳。它要是對於據顧對醫生啊，一箱底部大約是可以對30公克到40公克啦。嗰時我哋都可以看到一大罐千多。嗰多箱。哇，好啊，等下聽聽嚟說，絕對冇弄係咧。不過有到安尼式的鳳尾啦吼，鳳凰呢哦，真是真貼片咧。不過陳太哥對頭擺都更加好接觸成立一個品牌，都更加能做工作真辛苦，又本這個感受到影響過程也係講過辛苦的部分嘛，有這個影響底背。在從我父親接手的養蜂事業第2年，就是在民國99年的時候，那時候就遇到了風災啊，對於我就是一個還算菜鳥，新手呢，對，才剛回來接着蜂業，然後就是對這個產業還不是那麼了解的時候，就偏偏就是遇上了風災。那風災就把父親給我的蜂箱大概淹了超過2/3。哇，這是一斗箱啊！那時候大概被淹了大概180箱。哦，總共有一斗箱啊？大概270。哦，那超過一半的呢。對，就整個就被淹掉了。那時候心情就很沮喪，有一陣子就想說放棄，因為有經濟壓力，因為小孩子才剛出生沒多久，就經濟來源也是一個大問題。那這時候就家裡就有一個就自己的媽媽，媽媽就扮演一個就是安撫的角色，那媽媽就一直勸，就是一直跟我講說就不要那麼灰心啦，你只要肯努力做，機會就一定會來臨的。那也就因為這樣子的力量，就讓我這樣子一直撐，就好像坐雲霄飛車一樣。隔年100年，99年受災，隔年100年，我竟然就大豐收了。這個人生好像就是一個雲霄飛車一樣，馬上從谷底馬上又到最高點。這種情況真的是不太會怎麼樣子去形容它。這個是我人生的經驗。你除了平時在農場的地部的工作有風的，然後所以在你還有規劃其他的發通嗎？下擺我對剛剛的協會，我有做一個戶外教學啦，咁我就會跟學校學，佢講劉德老師，我就講，你可以剛剛做一個戶外教學冇安尼。本身你係去過人嘅體驗，
所以就也像今年度就有拍2场。伊用将来生意含着优质嘅嘢，没想到又再拍一次。嗰時候也個平安發通，假使講平常時，人能可以打電話去預約嗎？可以啊。哎呀，難得呢。係啊，參過嘛，有一點人數嚟啦。唔好講那2個人做嚟，係咪講來做一個體驗可能較困難啦。可能10個人以上都好啦。我希望我希望唔係想講他人來就好。希望係練聲音咧，從細就開始嚟接觸一個風嘅。唔好講看到風嘅就跳開走。真是一個好嘅觀念咯，因為風嘅除了可以生產好嘅麥之外咯，佢也係可以天數人哋農作物嚟授粉嘛，錯冇對人哋環境也係幾好咧，有啲幫助。係啊，哇！觀眾朋友，唔該，今日啊，聽嘅蘇梅姐同陳太哥嘅人嚟分享，真是將第一個，人哋時代風味冇簡單呢。你看，品質安好，顧得好，哇，地步功夫深度哦，還有深度無窮樣嘅品種，也希望大家繼續來支持人哋台灣嘅蜂農同人哋嘅農業哦。再一次感謝兩位今日帶嚟安好堂嘅故事同強調嘅風味，感謝唔該，多謝大家。有限可以嚟人哋嘅風園，嚟做嚟體驗。人哋都會就教人用嚟去規劃一個設計都好，人哋用嚟去做都可以規劃本嚟做嚟體驗。也請大家多支持我們台灣的小農，台灣的小農真的很讚。安尼今日時代安好時代風味，繼續聽段先生來認同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南鋪，身體自然擺動。打開來，打開來。等下減條不耐哦，減條，過去，莫聳肩哦，打出去地面，左片，右片。加送一個，下緊條冰鬆。減條，舒張，舒臂，也可以開始。加油哦！好，你減條冰鬆，上下。加送一腳，手背接我，從容一俾你打開，開來，都是順來，轉跳，是轉開。數字變數，同先生好工作。
条下面，上上下下哦，很松，中骨下去，再下，这个开始了，上上下下，很松哦。上来吗？可以吗？唔怕疼到，慢慢嚟做。用手去剁出条。夹嘅痛下來，準備。再來跳，跳時嘅，再合上來，跳，時嘅，打開來，時嘅，1、5、2、3、4，合上來，1、喂哈，訓練你下半身的肌耐力，繼續，身體，聽到你慢慢嚟做唔怕。夾幾個？1、2、3、4，合上來。1、2、3、4，難度，嘻嘻，也動作夾個圈，做唔到你唔怕，可以休息一下哦。鼻子肚可以。松树，上面去玻璃，对，挺松的。可以嗎？挺鬆嘅嗎？加油哦！能步步來，休息一下，接下來再好新嘅動作哦。繼續呼吸哦，調整一下你的呼吸，喘一下。並不不矮哦，能步，用誒，翻片，在聲音嘅處衝出視野，好，那自由式。等下打上的自由式，仰卧式哦。先自由式，仰式，弯片，有，好不好吗？阿姑中间，等下呢，连续，夹嘅哦，踏并不整体哦，改游泳手哦，先一个。蛙式，再一个仰式，好，准备
去。轻松啊！好玩吗？南浦，嘻嘻，跳起。慢慢的在上面，水上车，好是十指交扣，在上面绑，公园你可以上面绑一样的，延展你的树。后沟桥，树顶的你是脚。要找树块表面的脚趾条，可能是你的这条绳子冇绳子体，好提示压力绳子，就掉空了。弯片弓箭步，绳子十指交扣在上面。丢。树上车，有在树头顶的脚趾条。过来，嘻嘻，跳起，冲一下，等下从头开始哦，准备好了冇？準備好嚟哦！緊條片嚟哦！上上下下，加上马步跳動，準備1、2、3、4、1、2、3、4，打頭了，1、3、4，好，南鋪，撐下，再來上上下下，出到嚟哦，還記得嗎？V字。跳起哦，踏冰就是耶。嘻嘻，歪吗？我是喜欢的哈，如果到好呢，記得咯，要補充你的水分，吃好呢哈。今日聽咗，你好乖嗎？好乖哈，明日記得聽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安良下次，那來了。